高雄三民區一笪工地，和民眾發現工地內底有一台大吊車的吊手無收起來，這吊手寸長是超過10層樓高，就一直停佇咧半空中。現場煞攏無看到工人，工務局表示有派人去勘查，會罰款，而且嘛已經要求業者停工。本局經核派土木技師工會進行前往勘查後，確有相關等情事，然後循依建築法第63條的部分予以勒令停工，並開罰新台幣9萬元整，那是改善後使得復工。民眾是佇高雄市熱河二街這笪工地發現吊車吊手無收，現場所敢若攏無人，看起來真危險。而且業者申請施工使用道路的期限是到7月29。工務局表示，業者無甲吊車吊手收回的工地，而且現場嘛攏無維護安全的設備甲措施，已經違反建築法，要求業者停工，而且賣罰款。另外，警方嘛按照道交條例來開罰單。